聚会，要来敬拜上帝，三到来欢喜。这礼拜，唔知大家有在读对咱的明星眼光的圣经在读无？有吼，有比较经节啊，蛮感动的哈。伊伫迄个箴言14章31节，欺压穷人等于侮辱创造主，怜悯贫穷的就是愚蠢的行为。怎么就得欣赏温和的言语，充满圣经，这是新的翻译的圣经哦，汉文。那和合本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。星期五我伫 FB 内底有看到以前传道 po 了一篇文章，他 po 的是我们好可爱的松叶团体，礼拜五到新店去吃什么？吃牛肉面，20个，用很欢喜的心情啊。那相信迄几个20个去吃，一定就欢喜的。我苏妈也来这感动的，从那一天想到说，咱真正地主的内面，真正是有幸福的人啊。咱今日来，要来敬拜上帝，所以头一首歌，咱来敬拜伊。
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你心灵的福祉。无定甲这个世间三缺，就用心智欢喜来变化家己，互你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下面咱要唱咱三条。虽
虽然我这几天真的很孤单，但是我怎样，我你那天我遇到哦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就继续。啊，想办哈，咱听的内底，咱拢是一个人，咱考察有啥，咱拢会当摆咧放伫咱的祈祷当中。你有身体艰苦的，啊，咱会当三关怀